健保今年开始推动个别病院总额，所以有风声讲有一寡病院为着要控管健保申报的费用，减少门诊，也是加一寡无重要的手术延后。某专家是将烦恼讲病院成本的考量，会进一寡较少的药啊，较贵的新药啊，都未去考虑哦。也毋过健保署嘛表示讲，因正在讨论药品政策的改革，来评估安怎来监测病院进药的状况。2025年，健保署开始推动个别病院总额试办的计划。部分的病院烦恼医疗服务的利润会求水，所以开始调整门诊的手术。即马有药学的专家提醒，各间病院后一步可能会调整药进货的选项，以利润为目标，选择药介绍差价较大的药品。它给付的价钱跟你采购的价钱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当然采购的价钱越低的时候，它的药价差就越高。假设说10块钱的药，说不定他买到可能只有3块、4块、5块。医界人士分析，主要的原因也是健保的单一药价制度。比如讲，某一粒药啊，健保的价销固定是10块，不过部分的病院只要大量买，或者是厂商下价，病院就会当用更较俗的价销买到，而且也是会当摕到10块的给付来赚药价的差价。针对这点，台大药学系老师心理官更较烦恼，因为最近这几年引进癌症的新药啊，不过使用的人数少，差不多拢无药价的差价，所以病院总额真简单就达标，连到造成病院无愿意开这项药啊，损害患者的权益。有一些更大型的一个全国性的医院的话，药价差某些特别的品项，甚至有到70%的一个药价差。那最重要是说，怎么样民众他吃他必须要吃的药，而不是多吃了很多不需要的药。我们从今年的7月中，7月16号开始，已经开始要启动一连串的叫做药品政策改革的讨论。那这个改革讨论，我们会邀请10多个台湾的药界团体和医院团体和医师团体去讨论，所以这个会已经开始启动了。健保署表示，目前已经启动药品政策改革的讨论，药价差价嘛包括在内，到时可能会透过病院进药的资料来比对甲监测，阻止乱象。不过这牵连的议题真宽，需要长期收集病院用药等等的资料，所以还佫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